今仔咱要来召开定期例会啊，会伫咱的礼拜中，所以咱在地的礼拜甲华语的礼拜今仔日来开。我们要在今天召开年度的会和会。今天我们一方要展望新的年度的所有的事工，一方面来回顾去年在团契在教会的所有的事工当中，我们要做一个接纳。马太福音的13章基本上收集耶稣真侪比喻。伫即章的中间，其中有7个比喻，耶稣伫即个比喻内底用天国最中心。一个比喻，7个比喻中间拢用天国最中心。伫即个内底，当耶稣咧讲即个比喻的时阵，要写省了真多，会理解是安怎讲到遮个天国的代志，有讲到白仔，讲到皮仔，讲有夜景气的等等遮个，所以因为你理解遮个问题，就来问学生。基本上耶稣的这些比喻，学生不一定能够了解耶稣基督为什么要将这样的比喻放在整个天国的形象当中，所以门徒就来请教耶稣，要耶稣来解释整个简单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隐藏的真理。耶稣伫这个所在，你讲的这个比喻中间，你讲到迄个皮仔甲白仔，皮仔甲白仔到底有什么差别？白仔是咧讲什么？皮仔是咧指什么？收割是什么时阵？啥物收割？然后产能伫倒位？园主到底是啥？伫这个比喻内底，耶稣伫遐讲起暗示就是园主就是上帝，野皮仔是咱的主，野皮仔，那叫人拄仔所读的圣经是救赎，救赎这足深的代语呢。救赎是撒旦咧做的工作，就是野皮仔是撒旦咧做，野好精气是咱的基督咧做。收割是啥物时阵？收割就是伫世界活一个时阵收割。啥物收割？上帝就差遣伊的使者，就是天使。所以经过这个譬如，耶稣咱咧讲起来真简单的中间咧提醒咱。那安尼的时阵，咱要讲，基督徒伫这个世间，咱是基督所也好的经济。总是有时阵，咱咧做工的时阵，咱嘛会好亲像边仔嘛有皮仔，嘛有无好的观念甲思想。也是做歹的人伫咱的身躯边，甲咱伫遐好亲像咧揪大嫂，伫遐咧指长共款。有哩到咱的教会、咱的团契、各团契事工咧进行的中间，检查咱的感觉真顺遂。今仔日咱要做伫即个接待的时阵，咱来回顾。可能咱的事工、咱团契咧做即个事工的中间嘛，拄着真消极的人，拄着真消极的观念，刚刚咱需要做即个事工，咱需要开即个钱。白仔要大张的时阵。皮仔嘛要大张，好的观念甲歹的观念，平平拢伫迄个所在有真侪亲近。若是安尼，咱咧讲，咱做上帝的工，做上帝行之路，咱咧行这条天国的道路顶面，上帝哪会无将遐个歹、最歹的人，若照圣经讲恶者，就是恶者、最歹，遐个人，甲伊消灭呢？是安怎要互遮个佫存在伫咱的中间？咱今仔日圣经甲咱讲一样真趣味的事。圣经伫迄个所在咧描写讲，罗伯甲伊的主人讲：“你爱阮去哭伊嘛？你爱阮去哭伊嘛？”伊就讲，这个伊就是咱的主讲，无，今仔恁哭皮连马煞飞起来，用阮2项平平大张，听候收割。咱的主讲，毋免紧张，遐个皮，遐个最歹的人。免赶紧甲伊扣掉。我相信迄个罗伯一定会足清楚了解这个意思。迄皮仔就爱去甲揪掉，互皮仔会当大张较好啊。是安怎主人来讲，不要紧，拢免扣，留咧听候收割。最后结论伫这个所在，听候收割。这罗伯会感觉讲，收割的时阵，就一寡肥料拢去互皮仔食了去啊。这皮仔哪会大了会水？我想这个罗伯有真侪这疑问 ，question mark， 非常多的疑问在这个奴仆的身上。主人为什么容许麦子长大的过程当中，让它其他的杂草也能够重生？为什么不一起将这些其他的杂草都能够把它除掉，让麦子的收成更好？我想这是上帝的心意，这是上帝的心意。咱对耶稣这个譬喻中间，要互咱伫主的面前行伫公义的这条道路的人有真大压力。
互咱更较有坚心来行这个事。所以在希望说，伫即个所在，咱要通过这段事实，咱要想3项代志。第一项代志，咱要讲即件譬如咧讲起着上帝迄个开阔的心胸，上帝开阔的心胸，上帝容忍遐个罪恶的罪人，嘛，即个世界存在，咱会可能会真不平。啊，看到今仔咱的台湾即个社会顶面，有真侪真歹的人，罪恶多端的人，真邪恶的人，做真歹的代志啦。佫是安怎因存在？上帝容忍因存在到底是啥意思？敢袂当先家扣掉吗？马太伫第5章的45节，咧暗示咱的主上帝，伊的心胸讲，因为伊互伊的人起来照歹人甲无人，也互好恶义甲不义的人。上帝如何无讲如何，互迄个好人的土地啊，得着雨水；啊，歹人的田园就无雨水。如何是种好人嘛得着雨水，歹人嘛得着雨水。然后咧，遐义甲不义的人，拢白白会当得着上帝的疼，拢会使。这是上帝公平，上帝公平。像是咱的圣经嘛讲啊，听你的对敌，亲像遐为着你的对敌来祈祷一般样。上帝用这种公平的心。互每一个人拢有机会，所以咱嘛为着遐个对敌，甲伊做歹的人来祈祷，然后咱来顺服一件代志，最后互上帝伫遐做最后结束，而且会掌权。咱莫先掌权，互上帝去做掌权的工作；咱莫先审判，互上帝去做审判的工作。咱袂哩了解上帝的心意，总是咱会当伫一件事的顶面看见讲，这是上帝的心胸，开阔的心胸。第二项。咱伫即个事件顶面，即个比喻内面咧，甲咱讲起讲，互好的政治有机会通努力，好的政治有机会通努力，好的政治需要有肥料，无毋对，安尼伊会大了真紧。好的政治如果边啊若无皮啊，无其他的杂草，我相信水分、肥料。淋到这个好的种子的边啊，好的种子会当吸到水分，吸到肥料，伊会当变赶紧，慢慢啊来，慢慢啊吸收，这就真大的帮助。无有其他的胶料，就是遐杂草皮啊，甲伊烧抢这个肥料的时阵，我想这好的种子一定会大了真安稳，免急。总是如果好的种子边啊有生皮啊。当迄个水分落来，当迄个肥料落来的时阵，咱就看见讲，遐皮啊、遐杂草，伊甲皮啊抢肥料的皮也相抢啊，水分嘛会相抢啊，对无？你皮啊爱水分，我皮啊爱水分，你有肥料，我嘛爱食你的肥料，所以咱就看见讲，这就毋是当慢慢啊成长。皮啊伫即个过程中间，伊就爱真拍拼、真努力，才会当伫即个过程中间来得到荣耀。所以，当耶稣咧讲即个譬如的时阵，互咱看见一项代志，麦啊，伫即个世间，咱就是亲像上帝所甲咱讲的，咱就是麦啊。伫即个世间，咱若无努力拍拼做假工，咱毋是期待讲上帝啊，你着将遐歹的先甲消灭，将遐皮啊甲伊收掉，毋是。而这物件永远生存，就是互咱有机会搁较努力。做上帝囝时阵，咱会当搁较努力来做这个工。如果咱有竞争，咱有主动，咱有无好的物件、无好的观念伫迄个所在，甲咱抢上帝恩典，总是这个过程中间，咱就看见讲上帝用安尼，互所有上帝囝儿女会当伫这个天国的这条道路顶面，搁较有机会通努力。看见咱有这种的压力，这世间如果若无遐无信主耶稣基督的人，伫咱的周围。无遐最后做歹人伫咱的周围，咱哪想要做工？咱哪想要头路伊？咱大家拢信主啊，总是上帝容忍遐个人无信主的人伫咱的身躯边，容忍遐个消极的人、遐个恶者伫咱的身躯边，相时因搁一直咧举政治，也是安尼，咱做上帝囝儿女，搁较着有机会爱真努力、甲奋斗、甲拍拼。基督徒毋是干好个行，基督徒咱搁需要对上帝这个所在。领受迄个圣神的开来，迄亲像啥？亲像肥料共款。领受圣神的开来，伫咱的心中，互咱会当搁伫即个世间真有限的空间的中间，咱更加努力，咱更加拍拼，更加奋斗。所以
所以圣经讲用阮皮仔的存在到受怪日子，皮仔伊的价值是留咧创，留咧到受怪日子，上帝要证明一件代志。所以若安尼，当咱有即种的了解，上帝伊的是毋是伫最后的时阵，要做即个结局的时阵，一个裁决，甲一个审判，然后做分别的时阵，咱的心就会快乐。第三项，咱咧通过一段比喻中间进入一个最后一个关键点，就是咱有一个确信的盼望。最后到是上帝的所在，咱有一个得胜的分别，得胜的分别，那是咱确信的盼望。马仔咧大战，皮仔咧大战，这个园主所做也为了等遮的马仔咧吸收，皮仔咧吸收，上帝拢做成上开阔平等的机会，上开阔的心胸咧看待遮个事，总是。伫咧到伫即个过程中间，咱有真侪排怨，咱有真侪感觉无公平啊！咱做较好，咱歹人嘛做较歹的代志，我甚至做咱更较侪，是安怎？咱无得到应该有的迄个奖赏，免烦恼，免急。咱有一个真确信的一个盼望，即个确信的盼望就是将来上帝面前，咱要做一个得胜的分别。圣经伫即个最后的所在，咧甲咱讲起。即个圣经在的时阵，圣经讲到受怪时，我要甲怪伊讲，大声叫起来，批下为本，通烧伊，独独买着入我的尺寸。哦，哎，咱看见这件事，咱就知影咱的主上帝咧甲咱讲啥物。到最后的时阵。遮个物件拢会当修成啊，马仔嘛会当修成啊，皮仔嘛大丛啊，好，时间到啊，主人伫即个所在咧讲，拢做阵收起来，拢做阵刮起来，然后大心呢爱做啥物工作？遐个皮仔白规饼，白规饼，啊白规饼创啥？通烧伊啦，先去讲通烧伊，啊独独买着入我的尺寸，咱遮皮仔，咱遮皮仔嘛是爱收起来。啊，可能上帝清晨，甲上帝才来徛起。啊，这是一个结局。其实到伫这个世间，咱伫现主时、现世代的社会境况的中间，咱会看见有真侪无好的代志、无合伦理的代志、无公义的代志、无公平的代志，总是咱要看见讲，当上帝甲咱讲，咱基督徒是确信伫迄个盼望，确信伫迄个将来，当上帝伫迄个所在宣布讲，这个世间的日子到的时阵 ，OK， 拢做阵收起来的时阵。遐皮仔是爱白规饼，白规饼，一支一支的皮仔拢爱白规饼，所有的皮仔拢爱收做伙，然后放火烧。所有的皮仔挂水好，规饼放伫上帝尺上。兄姊妹，这就是咱的上帝所做的这工。伫这个世间的时阵，上帝用阮有日子的时阵，互遐个人有机会，互遐最恶最歹的人有机会。互遐个无信仰所人有机会，互伊伫迄个所在思考，到时免直上甲上帝讲上帝你拢无我有机会，我嘛想要来信仰所，我嘛想要做好，你拢无我机会。上帝，互这个人无声音，无白白的声音，互恁一段时间，你无要接受。天国的门若要关起来，恩典的门若要收起来的时阵，上帝甲伊讲，过去就互恁机会啊，机会已经过了，那是收我的时阵，皮仔也规变。麦仔挂规堆，皮仔放火烧，麦仔入我的尺寸。这是咱对这段比喻中间看见，这是基督徒上阶段的人。若是伫咱的世界的中间，咱拄着这个困境艰难，咱咧传福音的过程中间，咱咧做一个事工的过程中间，咱有可能甲歹的观念、甲思想、甲代志伫遐做交战的时阵，请咱都用一个吞忍的心来抵挡，然后伫迄个所在盼望。就是最后得胜的分别，得胜。当耶稣咧讲这个譬喻时，甲咱讲，最后时阵咱就是要得胜的分别。当主甲咱讲，咱来到伊的面前，咱就会当诚做麦仔，入伊的尺寸。但是有诶是爱放规饼，爱伫迄个所在放火烧。我咱伫即个一档的中间，咱做过这事工的领域，也通过安尼，搁一摆激励咱。过去一档咱做无够。咱需要伫新的年度中间，咱继续来展望、来拍拼，然后咱伫年底的时阵，伊愿会当伫着上帝加倍分底、甲属福伫咱中间。同心啊，来感谢伊。
全能的主，阮的上帝，阮满心感谢你。你的恩典甲疼痛常常伫阮的心上。主，当阮伫你的面前来为福音的缘故，伫遐征战，伫遐拍拼，伫遐奋斗，伫遐来服侍主你的时阵，愿免免嘛看见阮的周围有真侪遐个无积极，伫遐为着主你做工，甚至有真侪撒旦的工作伫阮的中间咧做阻挡、破坏工作的时阵，主有时阵阮的软心地倒退。当阮搁一摆领受到耶稣基督伫马太13章的这段譬喻的时阵，也互阮搁一摆真大的一个激励。阮知伫即个世间，阮会拄着艰难光景，总是阮来看搁较远，伫将来上帝国的时阵，阮就看见迄是一个确实的愿望，要伫遐做一个得胜分别的时刻的时，阮就有定伫个真大安慰。因为上帝你爱阮所做工，乃是即个世间透过遐个环境遮尔歹。也是无好的人的中间，互阮知影好的种子，伫即个地面上，阮就搁较着努力，搁着来奋斗，阮才当结出好的成果来归伫上帝你。愿你帮助阮，阮知万行事斗斗来，拢袂晓听上帝人去着利益。上帝你甲安排伫阮的周围中间遐个歹的环境，就是要互阮搁较好伫你的面前，搁较努力伫你的面前，为着要将搁较水的成果交伫你的面前。就感谢你的恩典，透过阮今仔日。所领受耶稣的譬喻中间，搁一家得到真大的激励。愿主你帮助阮，也阮伫反省有遇到一档的事工的中间，也可能会当知影，阮倒位无够赢，阮倒位需要加强，阮倒位需要调整的。望伫今年度中间，搁一摆有一个重新的出发的机会。愿主你祝福，听阮的祈祷，献上感谢，拢是靠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来祈求。阿门。